谢来自遥远的天边，为了寻找孙良辰，来到锦绣的江南。到江南来找好人，是为了弘扬5000年的文明史和诸神的尊严，并承传的意志，为世间做好事，献自卑，俱苦恼。哎，我来这本规定，找好人去四川好人，算了，听说江南好人也不少，就在这里找吧。你们看。一个江南人来了，民国初年落荒江南，卖身为生，那个金船滩，16做16而发，江东哎呀一目堂皇，三位客官早，请安。嘿，这个人看上去不错，你看他买水的水手把鞋底换。我叫老王，老王，我们三位神仙来自遥远的天边，走来了，想找个地方住宿，可是我们没有钱。没有钱，只要是想知道有没有神肯收留我们，如果有，那他就是江南好人。连卡点都做不起，哪路神仙？如果你肯帮忙啊，短斤少两买水之日，我们绝对不会不谈。好，我帮你们找住宿，这是我今天的生意还没攒进一个多半，请三位客官千万不要泄露天机。33两位本性，离你廉耻是底线，应算是未曾潮流，丝毫改变。所以嘛，三客官找个住所有什么难？没什么难。江南好人，家与老母生疯癫，为难。亲戚来访已出门，抱歉，不服气，言谈。女爹啊，我真棒啊！哎呀，江南好人，你们。
放两幅茶在苍山之清泉色素的芳让他去领粮船，他是好人，还是个外滩。哎，这房子不是他的，他哪有权利接近他官？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哎，我吃饭。沈小姐呀，生生正生，这条巷子里是你最良软路。是谁这么口无遮言啊？不知领子。沈小姐呀，我们三位从外地到此，只想参入一晚，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呐。老板娘今日不在家，上来吧，只要偏这地方张茶落啊！哇！沈小姐，你答应了，那么你自己你今晚是哪里呀？老王，替我好生招待，别丢了本小姐的脸哦。好，事情终于办成了。他把自己今日的自首都上交了我们。沈知初心本软，心相近，咱最后的目标，去把他选，接他进，让他去迎船。好，此次迎船之礼，可谓功德圆满。三位老王，谢谢你。好人生的一层银，千金很老贵。看来事情很圆满，圆满，相当的圆满。老王再见。当局有了动静，就因为雷神仙指点，省得就成了好人，开了酒店，做了老板。新鲜，新鲜！哇，看那边来了一群非亲非故、八穷八哈的穷光蛋，省得呀，小心上马万。小店的主人，只因在于不家，把房子给了别人，不料想三人不济，哇塞，换算心，我姓马，是生代的冤亲
金钱搞来城里，就只在我家。后来没见副房子被我关出了门，哪有这样？生来就是恩，今天就是要他永远相报，丁送恩。对，永远相报，丁顺安。唐一不必随子恩，怎不为不断情？关公与他恨不恨？关公与他恨不恨？关公与他恨也不恨。兄弟，我们来。莫不是喜气喳喳叫得欢，莫不是富贵吉祥临小天，怎知我今日无喜，怎知今朝做了老板更关键。作为老爷不是辛劳，为我这边开张，撑门面，撑掉嘛撑门面。谢神仙，披雪簪，真平乱开此边，许穷生皆为难，不与生年年对，喜欢天，喜欢天，喜的欢安天。你们都来了，太好了，欢迎欢迎啊！哎呀，圣我一瞧他口生川，他上天地千般。呀夫君，这可怜，烈火天上把命中，从人许团侬，杀死君天可宽。好好好，笔点虽小，但用得下作为好友亲了，大家快快进来吧！快快快，快进去！哎，我生日了，我也是个年，帮个忙吧。你说怎么帮你？买不掉的绫罗绸缎，送我2匹，不难关。啊，好，你等一下。真的，拿去吧。真的呀，是吃什么银子，走的3天把门关。此等金银最为可怜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才是他的骗，这年头骗是骗人，不眨眼。我想他没有理由骗我。哎呀，真的呀，你要想保住我们的爹，一切请去免谈。对，圣诞大姐，你可以这样说。大姐，帮个忙。哎，圣太呀，你可要保住你的小店呐。你去生，这不是你的爹，你要生是你亲戚的爹，比方生是你表兄的爹，比方生是你大爷的爹，比方生是你大爷的爹，比方生是你表哥的爹。你要是你表哥很凶残，你要是他穷
可我编不出来呀，编不出来你就要完蛋。那好，你们追吧。不是我不让你们死，因为这是我表兄的爹。看来你们教我的话挺管用，我就杀着你们这样。来来来，我请大家喝茶吃饭啊！老忙东梅之我末将领好，小本奏上意，东把所在，去。沈小姐，勾起开店，特长哎，这段把门看不过。沈小姐，你开店还有人担保啊？担保？那个担保之里，可是要体面见哦。体面兄啊，我有个表兄，他就很体面。你有一个体面的表兄，他叫什么？啊，随便，他很随便。他叫水当，水当。哈，干嘛来帮我去？先生，你是？请官子新开的词典多体面，全都是顾家见你成了人面，辛苦养育护送到，因此他的姐也分钱。说好了，转作费包括了这些货家呀。哎呀，小傻瓜，那个尹太太把店转进你时，还没付我工钱呢。啊，尹嫂，是我的。完全不还，老子去不下，完全。先生，可否等我表兄来了再还钱？得，我已经等了10几天了，你们当老板的多他妈票。先生，好了说，不管，老子就把胡椒剥。先生不要生气。先生，哎呦，这是我真想，你太冤了了。个混蛋！子龙，完全！龙马上这段都是神仙所赐，你们不要抗力！混蛋！子龙！不要再当了，求求你们，现在给我下年吧！这些人，他们贫穷、绝望、可怜，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地方住。神代同情他们，想帮助他们，想为他们做好事，可是他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？小小去生存。
生死与欺骗共所两于列同我是生代的表兄。沈代理，沈姑娘到哪里去了？是谁的？沈代出门了，现在我是这酒店的老板。沈大师，他表兄说不定今天晚上要来，真被他失踪了。是啊，哪里有什么表哥？这不是我们替他误追出来的。少啰嗦！诸位，你们一起来到这里做什么？讲完了吗？完了。那么听我道来。生在他开酒店，几经一争，为的是使两软做工好人。想不到你们却强居小店，来在此70文，不付一分。万一你们你看清他外遇，令人怜悯，且为我曾我一张杀冲尘，你敲诈勒索入凶狠，就算生害其身身。这是好人的行为吗？这是欺骗家家的，这是误人家外人。公权作为快其事，听我一声做可怜，倘遭谁先关我关随他不留情。怎么还好意思待下去？对，好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刘警官，谁的先生？万劳你大驾亲临。有人举报，谁有负来提笔在此当场哄抢，这可是我的下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老板，
这才是好人该做的。从你这淫威，我见你2元。这连本金都不给啊，老板！还想继续啊？再过1分钟，连着20元也。好了嘛，房地都解决了，对付恶人不能随缘。圣代，圣代，我表妹出门了，现在暂时由我来经营这层店。暂时，莫非你没有留下的打算？今天是路过此地，实在再有麻烦，还得他自己去周旋。他怎么办？你不猜，这小的还未有麻烦。要不帮他找个体面的丈夫？对，保他不受侵问。这可是一句老话了，我一听就紧张出汗。发店的老板师傅，当属也劝人最于钱。师傅，嫁接他，像你妹妹这样的好人，也挺要找个好的暖身陪伴。这也是为了下去的后线与安全。随大先生，我这身走势双气，我马上找师傅谈谈，约他与圣代今晚见个面。刘金国，刘金国，圣代开店，穷生捣乱。佳节师傅好事连连，今晚的约会最关键。诸位，接着往下看。见我留下
我明前。我不想活了，但我必须马上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想表克吗？春江水暖鸭先知。滚开！简直是血统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飞行员。哎呀，不要常常就把你们这些坏女生！哎，先生不要骂人，他们是和你开玩笑啊！天哪，怎么又来一个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长这副模样也出来问？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你这露拳腿吧！哎，你生气时的脸长得像个总盆。一个理想破灭的青年，面对孤寂，竟不知道该不该死。先生，你真的要上吊啊？你可不要做傻事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死？嘴巴，说不定是个疯子呢。你哭了？别缠着我，我还有来不轻的。那是雨。哭多了，脸色会难看的。那是因为没有当场飞行员。就有那么重要吗？因为那是我的梦。蓝天长着云，一则天鸟不飞仙，穿过迷雾层层，闹铃接风霜天，四季后飞家云霄，四方天色从天间，三才人家天鸟，那就是骄傲的飞行员。我听懂了。不，你不可能懂。我真的听懂了。我小的时候，也梦到过一只仙鹤。一只仙鹤从梦中飞过暴雨中，恰从云端跌落。每当秋风吹来，杨和君在天
天上高歌，他就为拍档受伤翅膀，何来不说？对天发誓，你说的句句都是谎话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。你是在安慰我，你不信？你不信，我也可以上吊。婶妹，不要忘记你有为的暖语叫神父。晓得了。说吧，说出来也许能想想办法。不然，我要去赴养了。如果能筹到一笔买路费，我就可以到北平去当飞行员。想办法飞翔在青云里，那要多少钱？500元。什么买路钱这么贵？对我来讲，关系到生命的意义。我有办小的，什么？刚刚开张，还没有挣到钱呢。不过，我可以想想办法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姐妹们，快来！送子，把你们的钱都借给我好吗？哎呀，求求你们了！婶妹，莫不是心中已满起了爱意，为了懵懂中的感觉，就向姐妹们讨要虚晃外来的纸币。多谢你。多少了？80钱。哟，217块7。婶妹啊，你可不要昏了头，瞎了眼，事情偏事情。我这样一只铁鸟冲天起。好了好了，今日的借贷，明日一定加倍偿还利息。好，你们的恩德我一定铭记在心，多谢了。经理，217块7。哪里弄来的？哎呀，谢天，这太不好意思了。晚差280几，让我继续去努力。这太好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圣诞。生态，你的腿一点都不完全。你小的时候，自的脸孔没法比。一滴挡在我的脸上了。在哪里？在2眼之间。擦亮亮。你在
在这里呀！哎呀，三位神仙，正在开店营所，众人喜地欢庆，不料表兄在的，却将众人关出了小店。有这样的事情？老王，你必须马上找到圣来，让他千万接济穷人，营所的意思莫改变。是他老王，你快去找到圣来，我自己。快去！愿圣来为心转意，愿天下穷人支持你。鄙人姓石名福。你就是理发店的石富石老板。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只要生肖既愿意，我可以一直等下去。真
是对不起。没有关系，我就是汤发姐。哦，我晓得了，你是要请我做头发？对。贫穷缺乏，多么的可怜啊！可你为什么要将他们娶过？你顾不了神仙的一片心啊！总是千方百计陪了小弟，你怎能这不是起来他那不钱？银算记得是根本，总诚心将他们。不是我，是我表兄。我表兄说，好人不能这样做。管什么也大清早为之一个算样女子，无理取闹。你是何人？如何自家乱开眼？路见不平，与人不安。圣代，走，我们一起到神仙那里去讲讲清楚，你为何要把穷人拐回来？为什么？与你无关，也是骚货。他。我心中的偶像啊！哎呀！哇！当中了！我师兄，你怎么当成了？去用他们不法无天！老王，分开人对，要牢记，马上吞咽。老王，我请你保证一下。他当人，你要做证人。对，好好好，我们大家都是证人。哎呦！谁都不会做真正的。对，你想杀他？干什么？对，干什么？去金锁。对，去金锁。干什么？走。圣代，你我又回来的。回来吃饭。回来睡觉。哎，走。这些穷人，他们还会再回来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他们只想我有同情心，只想我善良，就肆无忌惮地想霸占这小弟。神仙呐，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活？养生的飞机，我要卖掉这地，帮助养生，飞上蓝天。去此红丝女生态，天降好事啊，财运开，多情多义此
请问是圣代宋小姐夫人吗？是的。我是杨生，请问圣代小姐她在吗？他不在。你是他表哥吧？啊，你好，早安。你好。我和圣代的关系向你已经知晓，看来他真没成语，不错的点嘛。你到姑姑看，这盘点才多少钱？585，683。怎么？你们打算卖掉这层匾？这是他答应给我的存款。难道他没有告诉过你，我可是个飞行员？对，我是个骄傲的飞行员。你表妹曾踏花心的良船，曾穿过蓝天路，曾见姻缘。恰奈何富国贫，少出钱款，银行开他答应卖掉车店。此什么？可是有些大多水田。表有钱钱财我并做高官，飞机场飞姻缘都归他管，只要借他500元，他答应把我当上飞行员。这就是所谓的卖路钱。不错，杨生先生，我表妹答应为你卖店，可是有鉴定才行呐。表妹她撒卖掉这段小店，就等于抛弃了深圳的家园。从今后命运在你手中转，因此我要问一句，你与他计划何时结良缘我正在积极筹备把婚礼办，期盼着爱情的公社牙表哥，不出10天，我和生态就要上上铺设婚礼的身体。太好了，杨生，杨生先生，我一定替我表妹帮你飞上蓝天。你真不愧是生态的好表哥。你还有你，正好房东来了，且看他有无兴趣买下这草地。谁的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来随王祖传。
梅女士，我表妹准备结婚了，因此是个家境合适，她打算卖掉这城店。你准备采几个铜钿？300块，要严款。不，500银元。表哥，何必要那么高价？再与300块去够了呀！我表妹为你借的钱，莫非就不用还了？500块，不这个，我只差300。好，去300块。太少了，不卖。表哥，500银元，一分也不能少。表哥，这么好个，等多商量好子再讲。你慢嘴。哎，表哥先生到手的钱就这么让他没了。我来问你，除了这500元，你们去博兵的路费、生活费作何打算？去弄，总归有办法。怎么说？你们还没有这笔钱？表哥用不着收我落哈，我有我的打算。2个人去博兵，开销是蛮大的，没有钱怎么办？2个人，我刚到博兵还没来之前，他去不是天路。怎么？莫非看我像个漏油的油管，总得2手为差？看来这城店不能卖了。你是什么？你想，他要是知道你不带他去博兵，他凭什么卖掉这城店？他会卖的。你好像忘记了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有理智。他有理智，生态有理智。我的表哥啊，女人这是个关情的头发，只要我轻轻一声去把下，他就会乖乖的跟我走。你好生先生，表哥，我已答应以生态结婚，但那300块银元必须兑现，要么你带来，要么他拿来，否则免谈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来听范君当头冠，美梦破灭。杀鸡。
爷爷长缺悲惨，人人都说他们不是好人，可就是他们用血泪换来的积蓄，成全我去碰触那个貌似善良却又无情无义的杨生。好坏时候决定，算我怎样去分？谁的先生？刘金国，我是卖水的老王，这位是师傅。我是沈代的表兄。沈代他不在吗？他不在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他的老朋友。听见了吗？我是为我的生儿来叫你老板。哦，谢老板，这彩金是你表妹替我围上的。老王说师傅用金钱当了他，是你表妹全都看见。是啊，沈代小姐是我信赖的真人啊，老板。我只知道发生这件小事的时候，沈代他并不在场，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不，你弄错了，老板，你让沈代自己来，他一定会替我作证的。我滚多老远？王，你自称是我表妹的朋友，可我表妹现在正遇到很大的麻烦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要求她做伪证吧？我没遇上他做伪证啊，老板。石先生，我的原则是不介入朋友之间的争夺。沈老板，原来你们都认识，我懂了。凤凰。你看，我说你不要冤枉正派的好人吧？师傅先生怎么会当你呢？走吧，啊，快走，谢谢。早晨的太阳都灿烂，多谢水大先生。这是你表妹的，曾经是他的另一半，送给他的礼物，可是那个人却伤害了他的经过。看来他与他拜拜，再见。哎呀，你表妹的男人一定要他的心来，有钱。不知是傅先生可否愿意出家啊？娶我表妹？那谁？去男，快去男！我一定不去，快去男！真是太没有想到了。叫我做新娘，叫我做新娘，叫我。
喜得热泪盈眶呀，激动得碎了脚麻呀，开心的浑身发呀，呀浑身发呀，兴奋得人摇什么？这正在来，正在打。你是谁呀？正在来，正在来，圣诞小姐要嫁我做新娘。什么？生太在这里。好，让我进去。行。算开，让我进去。先生有些急躁，不应该呀、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圣诞小姐那个过去的她。你有毛病啊！哎呀，年轻人，莫为昨天的选择而回应啊！我原谅你们的。你也不拿镜子照照，圣诞小姐为嫁给你，你这个神经病！你神经病！可我表兄他不同意我们的关系，他要我听听沙先生关于婚姻的高谈阔论。那你同意了你表哥的证婚？我马上生态，哼，他们是不是生我是个外甥？是的，我是一个外甥，我承认。可是外甥会永远是外甥吗？外甥就不能变成好生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呢？生态。我是一个被牵的人，穷困潦倒少是真，可是我不管真承认。我要跟命运作斗争，命运不是不可变，外人同意变好人，才在生命的关键时刻。生太阳，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吗？我需要生态你爱的支撑。那天下雨的情景，你没忘，对吗？我没有忘记。你救了我，万于梦里那只折断了翅膀，渴望飞上蓝天，而泪雨莫名的相和。每当秋风吹过，它就会扑荡水上翅膀，和泪碰
我生气时，连长的相夫助疼，刚才是有点像。后来你抽到一笔钱，鼓励我去重新飞起来，不是吗？我忘不了。跟我结婚吧，生态。杨生，你真的会娶我吗？沈小姐，精神啊！真的，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你早是我向你婚礼的日子已经敲定。杨生，这是真的吗？绝对是真的。外甥终于验证了好人，杨生。一个令人心碎的早晨。停！诸位，你们以为这场婚礼成功了 ？No， 因为那个坏小子杨生没有拿到这300银元的聘礼，就将圣诞小姐抛弃了。哈哈，这场婚礼散了。我还带来300银元做家哈，新娘的心思在新郎，新郎的心思在嫁妆。嘉宾等等着急，不见表哥可惜。新郎紧急而来，新娘慢条斯理。小店到国宾从头说起。买小店，你表哥他不愿意。你看，我连火车票都买好了，只要你表哥送来300银元，我们就可以到国宾开飞机了。新郎的确是买好了去国宾的火车票，可他却只买了一张。他想骗圣诞表哥的300元钱，就留着他去。冰箱新娘一身白，表哥他怎么可能来啊？是吧？你们不要再等了。表姑他是不会来的。什么？他不来？他不来送节？
我绝不和你结婚啊！这皇帝真喜欢，新娘冰箱也真棒，这皇帝真讨厌，真金假银两分钱。这箱子为了爱情没彩电，箱子抢来新郎骗金钱，一个真金郎啊，一个假发银线，一个五万真假难辨，滚烫不烫一般小面，没出息，没情话，没风光，没气场。真相，向往好人悲情不言，苦泪连连，生得可怜。我的宝贝，我的梦外人都在传说，圣代每天早上为灾民煮米下锅，他妇人还粮，却将腿断点舍。这样的事情感动我啊！写张支票表心哦。圣代呀，你大胆的用，莫推搡，我悄悄的走，不啰嗦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为啥不拼命保住你的店铺？这财店本来就不是我的，神仙的钱该花在最需要的用途。灾民复苏，你再拼命的走，也于事无补。剩下的手段也不多了，我真担心
爱莫能助啊！想做新娘没了祖国，这段卖光断了财路。圣代啊，你说你何苦？哇！一张支票，啥人赐予还封？哪里来的？哦，一定你是师傅。你借他施了什么魔法？快写上1000块，即刻变财主。我应上，这件不能要，方为原赐。你不要？哎呀，沈家师傅可是真心一片。哦，莫非你还是放不下那个小外摊？这满街的邻居谁不怨，谁不知道他把你弄得一肚惨？我也不知怎么了，夜里常常把他梦见，一副凶相，一身冷意，醒来又见他在微笑，在埋怨。我看你再可怜，真是没出息，到了后江院。哎，水大先生已经走了，怎么还留下一条西裤？难道就是光着屁股？进屋吧。好人啊，我们你回来了，黎民百姓共灾，啥要我们长生来？对本里不在夜间说风雨，对本里不在路上去，对本里小弟他就一记一滴，对本里去唱香香本里面。大家如此宽容我，真是我的福分啊！哎呀，进来吧。圣代，你不舒服？我有些头晕。哦，头晕啊！等等，圣代，你是不是经常恶心和发慌？这里也有点瘙痒和笨胀。是。这就对了，真要恭喜你呀，沈小姐，你有喜啦！因此自太红前世上，小东西他想出来呀，夸他的亲爹娘，看看他的亲爹娘。看不成信仰的这个外滩，还真有两下子。他把你骗了，却见你留下了一股忠。这张支票可不能让他飞了。这是真的吗？一个小生命就要在我身上诞生了。啥是心？
见到你了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已经2天没吃一口饭了。交给我吧，我接他做碗面。是的，你真是天下第一的大好，自说。啊，老王，快进去啊！你等一下。老王，把这些走道拿去碗洗米，就家人都慌了。这不可以，就这样，快去吧。哎，圣代，今天的你是否格外激动？因为我有孩子了。哎呀，圣代，恭喜你呀！圣代，恭喜你！快去，老王，快把你的家人招过。好。我的毛蛋！为什么要去你的孩子家？这个毛蛋是我从饭店里要来的，是我先拿到的，并不是我今年。你去找圣代呀，还有钱、余粮、余米呀，你全给我了！你知道！可怜的人们啊！我晓得你们是我的，可是无论怎样，你们不给予孩子真枪实弹。可怜的孩子啊，自古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注定了
贫穷、自私、懒惰，那么你们长大以后，也一定会和别的孩子争沙发抢东西。不，我的孩子就不能这样。可是圣代呀，圣代，你现在的事情跟他们又有什么不同？你孩子没了父亲，仇敌奄奄一息，伤心不再眷顾，生活没了我的孩子生下来，该怎样过活？我该做怎样的努力？圣代呀，圣代，你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的孩子，母亲知道该怎样做了。催生母心念转，事不知心事本源。扛在春联儿暖母亲关怀，春联关，扛在身子儿暖母亲把身子靠天边，靠天边。暖的儿对镜子情在身前，卷卷仔细。天地间，我不怕情深责万生言。看来表兄还得来，那好，就让表兄再一次测验吧。应嫂，你是谁的？刚才我表妹借了我一张支票，我要拿这些钱去办一个私人场，让那些吃不上饭的人统统到酬场来做工。谁的就是谁的，心狠水辣，又有才华。他用他的智慧，在杀傅先生的牲口权利，
穷人们建造了一个丝绸之家。哇，金银玉刀，财源滚滚，官吏连岗，遍达天下，谁管不听话？十来一回，那些平常过好吃懒做的外人，如今个个你追我赶，不肯落下。我嘛，儿子也生了。谁的先生，你生来的名义控告我不外回呀，还天水孩儿不还你冤。今天一早，警察局找到我家了。谁的先生，我是来向你求情的，看在观世音菩萨面上，放我一马。梁生先生，这对糊弄了。把你愿意送得出去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孩儿不亏宁愿嘛，可以慢慢从弓箭中扣去。我愿意愿意，我愿意痛改前非，改邪归正。我要从头脑中放弃，也要做一个顶呱呱的老太。不许推来，好好观火。落开，火，落开，扬手，落开。啊，对不起，应该是5块。怎么回事？前日我被法庭传讯没来上供，所以
不该放我6个老同事的工资，你记错了。那还不简单，付款。你就是这样发工资的？隋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杨生先生，你不是很爱金钱吗？所以他先生按劳取财不偷巧，怎可随意虚假报？辛苦挣钱讲本分，不是目的，我不要。你到底还是走正道了？为人生日最重要，年年回顾见成要，这监工的从人嘛，你来嫖。多谢隋大先生心诚。还不快去干活，快去！好好管活，不许偷懒。杨生恨，杨生快点传，快点传，快点传！要你偷懒，不许偷懒，快点传！沙僧想偷懒，一边不掏城，要你偷懒，偷懒，偷懒！好好管活。不行了，银嫂，太累了，累得我都有些发晕了。你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千万要当心啊！啊，你把领子解开，会舒服些。哎，工厂的事啊，先让那个坏小子管管。你放心，表哥的事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银嫂，我就指望你俩。小儿郎渐渐长大，我心慌，怕着怕遭人议论父子长。就算是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辛苦批判，也是尽老板的肚子，那我是孤狼。儿生下后，托人抚养，饭不能上阳色，见他模样。养生他一转变，发愤图强，啥能够同情从远于何方？想到此不由人心中泪淌，不奢望养生他从未身旁。夫妻情从长情放眼量，年人是必成不空自强。谁呀？石虎呗，如今这工厂走电，花的可都是石虎的钱呐、他要是知道了这孩子的事，那不是……那怎么办？银嫂，怎样才能瞒得过他？永远瞒也瞒不住。再说，对他也太不公平了。好好管我。医生来了，啊，
水大先生，我听你的，剧怎么办？这是个必杀，就想偷懒。老板脸色很难看，不舒服吗？最近又好发脾气，而且优柔寡断。公司希望他的代表穿得体面些。哟，何必专门为我花钱？合不合适？试试看。我现在也算是公司的管理成员，公司是有什么新的规划，让我也好知道一下嘛。老板，我看师傅的主卷就蛮好，可以给一个新的初级。我去跟梅太太谈谈，如果能租用她的房子，那些钱老板在缺锅不断推的，就可以统统滚蛋。梅太太能同意吗？不瞒你说，只要我在喝茶的时候，轻轻地摸一下梅太太那微胖滚圆的膝盖，房租就可以少交一半。我不许你这样做。公司的声誉，请你想周全。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莫非听到什么风雨传言？我不管什么谣言。你的脾气是越来越坏了。我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你从不笑脸？难道在这个城镇里，所亮的生态就对了吗？你们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恨不得堵上他的臭嘴！生态在哪里？与他何关？谁老板？谁老板？谁老板？老王啊，杨先生，如何归管啊？谁老板？我想问问你，生态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到底去了哪里？老王，生的他是出远门了。可今早上有人见他又在小店旁四处征战，这不可能！谁老板？数月前，圣代小姐亲口告诉我，说她已经怀孕了。胡说八道！谁老板？你表妹是个好人，她可是终身县万里挑一的大好人呐、她就要做妈妈了，你们不能不管她，你们一定要把她找回来呀！生态怀孕了！他妈的，这个钱女生怀孕了！我有儿子了！儿子却不见了！生态的哭声！真是大破天风没成，原来有人推破了，有人发作了，生态才演了，外层太露了。想用一顶帽子来打发我，没有这么用的。你
还没有走。我正好要问你，我的女神在哪里？你听仔细，天上好像有飞机。你岔开话题是故意。你慌忙还是上街？被国王放弃的女人，为何时时感兴趣？对，我一定要知道圣代他到底在哪里。他出门了，很远。我快分明是有人把他关了禁闭。好有想象力，说说看，是谁关他禁闭？是你。你又在当什么鬼主意？你的企图在哪里？我在公司的行走位，你是否可以再考虑？你要什么行走位？你的企图好诡秘。杨生，说什么？你到底要管什么？我要当经理把你踢出去。四哥，我答应了你，你的女人怎样处理？你说什么？公司女人女人两选一，两选一。你要谁？我要谁？这我用考虑，只要你把公司全给我，那个女神，对，那个女人，那个爱你的，可以为你牺牲一切的傻瓜女人，怎么样？那个女神，我放弃。在你未当经理之前，我先把你跳出去！你叫我滚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我还会在未来的叫你回来不及。哎呀，出了什么事啊，圣代？哎呀，水大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孩子在哪？你告诉他，他的父亲死了。是谁的先生嘛？余生刚刚告了你，说你是谋害生态的凶手。是他，对，
是他，你看是否可以对付你？凭什么？凭我刚才听到我那女生的哭泣。里面没人，只有这个水烟盒，这是生的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对进我身上，生的的，生的小姐用它替我保护伞，是真的，生的的，生的的。水德先生，这么说，你知道生的他也在哪里？还是他的身分明是你？对，老板。生的到底去了哪里？他哪里也没有去，不过他也确实该回来了。那请水德先生跟我走一趟，警察局。麻烦，委求。走吧。诸位，听说小镇上来了3位法官，哇塞，精神对手，气度不凡。对，听说他们身上的小道具很值钱，他们是来伸张正义，惩恶扬善。乖，这是谁的？这完的。只要随他一还台，我们就成为死者的。这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你们当出了诚心，下去。你是谁的？现在有人控告你，说你把圣代圣长义图谋不轨，触犯法律。你知罪吗？我知罪。知罪？他怎么考虑？圣代小姐审问我们，他却叫警察拘留我们，我抗议！为你偷东西，我们去宽望圣代，他却把仇店八转为己。你们这些寄生虫，不劳害我浑水摸鱼！杀父当上我，他却把夫人做伪证，打我王玉，岳父告成立，此事我才查，法庭不会信你。杀警！陪高审审他，你有什么要答辩？法官大人，为小弟，我只做了好事一件，那就是每当我表妹姐姐苦为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我才出言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让他们居住小店呢？表妹的小店不是傅燕子免费招待的客他。你撒谎！我可真的他情愿。他情愿。法官大人，我表妹根本不懂做生意，
今算要卖掉草地，去帮助一个飞行员，外边为他筹钱。我可以证明，因为他和他在爱里。可你却将他生来去和他。局长，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，因为他心爱的男人胡来刁蛮，遇色的是他。因为他无来刁蛮，所以你把无来案子踩了你身边。那是为了让你变好，让你改变。可他却变得更坏，他是天底下最坏的公人，灵官。我晚吗？晚吗？难道比他还坏吗？你坏，因为你靠欺骗，你用我梅太太的膝盖来介绍房钱。啥事体拉上我，帮我付大家，哪个死人了？父亲，他管他成，他与财。因为在死水场的屋里，我听到了声台在哭泣无言。怎么是？他娃娃他，你真的听见？真的听见那哭泣声，令人心错。那真的生太太无言？当错，你曾经使他哭得很惨。薛老板，神仙界生来的这般小弟，那可是银川的一股小小圆圈，可你为啥非要破坏阻拦？因为不这样，银川就意味着毁灭，圆圈就要哭过你这个笨蛋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隋唐你就是生来的天地他文。不，我与他情多血缘。父亲，谁的生的在哪里？今日他必须出演。对，否则就无法交代。你是不是已将圣诞杀害了？怎么把生来给杀害了啊？你怎么杀人犯？你怎么杀外滩？丧尽血量，谁有好天发乱他？不要去把他冲坏，此一万案一。圣诞没有死，你是什么？他到底在哪里？他竟在眼前。你是什么？我就是圣诞。来天将他两万
娇女，楚楚苦离身，父母早旁顾，孤苦寡泪痕。10岁写姑埋着看兰门，父有千银茶，时时写人欢，写人恩欢。那日倚窗帘，巧女神仙里，几说啥事笑，醉愧从今，我来此红雨，林深非是尘。灵山必是这有什么想不明白？我们今天钱是上面清算呢。等等，是不是来的女生太多了？在乎人满为暖，一回去一扫窗，只怪我无力支撑，更担心小便塌塌。有这么点头？难道银銮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法官啊，这些穷人三番五次将他欺骗。怪自己心里连串空留下死的不懂，怎么把自己来装？别人表兄结为有句，有句。原来谁大圣人一人败，煞费苦心，情欲苦虐，奶奶怎么又被骗了你？是啊，怪他自己心情转变，怪他自己思想而乱。你既然知道他是个坏蛋，为什么还要跟他爱恋纠缠？是啊，真的，你是个大好人，哪怕吃亏上当，都要继续应传呐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心中永远有梦，借我杨船一缕伤痕，为什么好？
不是个好人，也不是个坏人。我和大家一样，这是一个平常之人。为了救济乡民，为了所爱之人，为了孩子不受饥馑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可是神仙呐，好人为何如此难做啊？神仙！他到底是个好人，还是个坏人啊？是周全，算是周全。他是个良民人。我们到江南来找好人，却感觉他像个坏人。叫我们事后交代呀，我们不能上问天庭，下启民众。乃心失去了恩相，因为失去了榜样，道德失去了楷模，前进失去了方向，爱国相当严重。对，他必须是个好人。对，他绝对是个好人。是的，我们决定了，谁的当庭释放，你必须留在江南不动身。留在江南？为什么？因为江南需要好人。不，我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已疲了，消沉。真的，你要振作，你要保持真心为本，你要坚守节气相传呐。对，真心为本，节气相传呐。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哎呀，真的呀，你是万里挑一的大好人，这个责任你必须承担。这些，那我需要表现。不，他可是个外人，1个月再来1次，2次，1次不？哎呀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现在我们庄严地宣布，生的是标准合格的江南好人。神仙，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这个责任？因为神仙需要好人，民众需要好人，社会更需要好人。江南
先锋。